坦洲啦，呢個樓盤呢，既冇中澳春城咁近珠海，都唔係最多港澳朋友買嘅，但係點解業道呢一直可以排喺前3呢？呢3個真相話俾大家知，好多朋友呢都覺得平嘢啊一定冇好貨，但係真正了解大灣區嘅朋友之後呢，佢哋反而係更着重性價比喎。雖然冇中澳春城咁近珠海，但係呢，佢勝在喺坦洲嘅核心位置，而且有湖景啊嘛，而且嘅話呢，佢樓下呢，周邊嘅配套啊都係成熟晒㗎啦，大家落樓呢，全部衣食住行啦，一站式就可以搞掂晒。第二，上車門檻呢，同埋首期要求呢都唔高，如果供嘅話呢，大家香港普通一份工呢都負擔得起啦。不過最緊要呢，就係呢個戶型，佢嘅實用率呢係非常之高嘅。第3就係租住需求穩定，入住率高呢，想租嘅時候有租客，想賣嘅時候有二手。呢度嘅話呢，就適合性價比高、好住、好出手。如果大家仲想睇咩樓盤探索嘅話呢，記得評論區或者直接私信我。